呢個卡塔爾選手好標準嘅，擺手啊、抬腿啊，當然得好實淨，好高啊，係啊，即係見到佢成個 core 係好實淨啦。46.53，第2名斯里蘭卡選手，你係近過將軍澳啊或者灣仔，其實都好近啊，即係大家可能即係嗰個氣氛上面嘅凝聚力咧，其實可能會更加強。係有時我哋話個場即係近啲個看台咧，咁我哋嗰個凝聚力嗰個感覺嘅氣氛咧又好唔同。依家見到400米 semi-final 第一組嘅賽事已經係喺拱門度行出嚟啦，咁啊見到所有嘅選手都精神奕奕啊，即係好多都會擺下 pose 啊，或者係即係睇下點樣去激勵一下自己，所以都非常之有趣啊！可以見到唔同嘅選手佢哋有唔同嘅另一面啦，可能係。咁啊，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呢，其實真係一個好大嘅體力考驗，因為其實咁今朝喺咁熱嘅天氣之下跑完之後呢，會唔會話影響咗體力呢？咁下晝就經過休息之後，依家黃昏呢就相當好跑啦。睇到氣温呢都開始降翻啲，同埋濕度又低翻啦。今朝成80嘅濕度，而家65嘅。亦都第一組嘅400米運動員已經係準備好，上線已經係起跑喺度。我影住呢就係呢位係泰國嘅運動員，第9線啊，就冇用第1線嘅。國家隊第2線許欽龍，我哋中國香港嘅黃又南係第3線嘅。睇起步啦。咁暫時嚟講呢，就當然喺外線啦，外線快，哇！喳一聲喺第8線嘅斯里蘭卡頭先我講話最快嘅 PB 就係佢啦，45秒79嗰位選手呢，就已經喳一聲就已經過咗泰國嘅選手啦。但係日本選手小澤耀平都唔慢喎，一路吊住佢嚟跑，佢又好中意揈頭嘅，睇下一陣揈下揈下會唔會揈到翻嚟啊？繼續入彎會唔會追翻近啲啦？佢已經咬住佢㗎啦。咁而埋邊線啦，國家隊許欽龍就喺第2線呢，好似擠咗上嚟，我有機會帶咗出嚟先。咁黃又南暫時就第7、8位度啦。哇！國家隊嘅許欽龍依家就領先啦。卡塔爾嘅運動員喺中間上，反而呢就日本選手今朝已經係咁揈到個頭都甩埋，最後呢可能第4嘅啫。依個係佢個特色嚟係嘛？即係都咁我哋就唔好學啦，因為係咁樣揈法係好嘥力嘅。咁係要學呢，我諗都係學呢個白色衫呢個卡塔爾選手，好標準嘅，擺手啊、抬腿啊。當然好實淨，好高啊！係啊，即係見到佢成個 core 係好實淨啦。46秒53，第2名斯里蘭卡選手46秒82，第3名中國選手46秒92，就喺第3嘅46秒92。去睇睇黃又南下佢跑幾多啦？48秒23啊！可能即係今朝咧嗰個係啊，搏到盡啊！太近啦個比賽真係未必，可能個體力嗰個回復上面未必係跟得到。